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。1954年，大力士参孙。参孙是一个以色列的勇士，有一个时阵真好胆去抵抗因的对敌非利士人，兼有甚物人毋捌听见伊的名。有一摆，参孙落去丁那，要伫遐带一个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做某。伫路中，伊拄到一只狮仔，伊拢无惊，反转将狮仔的喙掠条，拆做两边，若亲像在杀死细只羊仔遐尼容易。后来为着要守伊伫结婚的时所讲的约束，就杀死30个人。也搁一摆，有1000个非利士人要来掠伊，伊只有用一只驴的喙皮骨将因拢杀死。后来，伊搁去到加萨，伊的对敌赶紧将城门关闭，想要掠伊，总是到暝时，伊将门条挂门拢爬起来，走离对敌的手。最后，伊的某大力士甲非利士人讲：参孙有遐尼大的气力，就是因为伊有真长的头毛。伊的某用安尼卖伊伫对敌的手，来得到真侪的钱。头毛互人剃起来了，参孙就无阁有大的气力，变做甲普通的人一样。总是遐个残忍的非利士人，毋是简单甲伊剃头毛若定，因阁将伊的目睭挖出来，互伊做一个奴才，用铜链互伊下帽。安尼参孙失去伊气力的源头，这是偌尔可怜的代志。过无偌久，非利士人想要来糟蹋这个可怜的青面人参孙，就带伊出来赴这个大宴会。总是因已经袂记得，参孙的头毛已经阁发真长，伊的气力已经复原啦。当宴会到最闹热、最快乐的时，参孙揽土迄间大厝的大跳，大力摇，厝就倒落去，跌死伊以及几若千个对敌。